運動嘅時候難免會有碰撞同受傷，一般輕微嘅損傷都唔使太擔心，但萬一係十字韌帶撕裂，就要即時停止運動。原來我哋個膝頭哥咧就有好多韌帶組織嘅，咁其中包括前十字韌帶同後十字韌帶啦，佢哋對於維持個膝關節嘅穩定性咧都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嘅。前後十字韌帶咧位於膝關節、大腿骨同埋個小腿骨嘅中央位置。前十字韌帶咧係較為常見嘅受傷嚟嘅，咁特別係一啲叫球類嘅運動啦。如果我哋睇翻嗰啲病人咧，大部分都係一啲叫做非撞擊性嘅受傷。嗱，包括佢可能打波嘅時候，佢個膝頭哥需要一個急劇嘅轉動啦，或者係跳高落地嘅時候咧，個膝頭哥咬一咬啦，甚至一啲叫急停嘅動作咧，都可以令到個前十字韌帶咧受咗一個好大嘅力量，而出現咗撕裂嘅情況。前十字韌帶嘅扭傷屬於非常見嘅運動創傷，好多時受傷患者會聽到啪一聲，一開始可能以為係骨折，其實係十字韌帶撕裂。因為十字韌帶啱啱撕裂嘅時候咧，急性嘅情況咧明顯都會好腫同埋好痛嘅，大部分病人咧都唔可以完成嗰場比賽噶啦，甚至去行路咧都需要其他隊友攙扶嘅。咁但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哋話個炎症開始舒緩咗啦，個病人可以出現咧一啲叫做不穩定嘅病徵啦，例如個膝關節咧有啲鬆嘅感覺啦。咁亦都會有啲較嚴重嘅情況嘅。原來十字韌帶撕裂之後咧，可以卡住咗個關節嘅，令到個病人咧個膝關節覺得伸直同埋屈埋咧會唔順啦，甚至棘住咗啦。急性受傷嘅時候，首先要停止運動，包紮膝頭哥，並用冰敷或者消炎止痛藥幫手，然後及早求醫。咁我哋通常除咗臨床檢查之外咧，亦都需要配合其他檢查嘅，包括 X 光檢查啦，睇下個膝關節會唔會有骨折嘅情況啦。如果我哋要確定個前十字韌帶受傷咧，通常我哋都需要用到咧磁力共振啦，所謂一啲 MRI 檢查啦。除咗知道十字韌帶撕裂嘅程度之外咧，亦都可以同時咧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組織受傷。至於十字韌帶撕裂係唔係一定要做手術，就要視乎撕裂嘅程度同病人嘅功能需求。例如鍾意做運動嘅話，會傾向手術性治療；但係如果運動需求唔高，撕裂程度亦唔太犀利，經過一段時間嘅非手術復康治療，可能已經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十字韌帶咧，我哋好少講咧話一個修補嘅，大部分情況咧都要做一啲叫重建手術嘅，因為十字韌帶咧自己個復原能力咧其實就唔算咁理想。傳統內窺鏡下十字韌帶重建咧，其中一個限制咧就係個膕繩肌嘅厚度啦。個膕繩肌原來佢係少過8mm嘅厚度咧，喺即使做完手術之後咧，第時個病人咧翻斷嘅機會咧都會較高嘅。好似30歲嘅林先生，2017年第一次十字韌帶撕裂，接受傳統手術，將佢嘅後腿筋移植到去十字韌帶，直至最近做運動嘅時候，再一次唔小心整親。對上一次整親嘅時候，7月嘅時候咧係打一場 touch rugby 啦，然後我自己做一個 stepping 嘅時候 step 斷咗自己，跟住然後啪咗一聲，咁啪嗰一聲咧就同第一次嗰個聲好似少少痛，行到嘅，但係走唔到啦。當然行到出去球場啦，然後當時咧 check 嘅時候咧係話可能係撞親嘅啫，伸直到嘅。佢冇覺得係斷咗 ACL， 但係最後去到照 MRI、照 CT 嘅時候，先發現係斷咗，全斷咗幾個係。咁而家我哋個技術上咧，可以做一啲叫做關節鏡下嘅十字韌帶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啦。咁我哋講得重建嘅話咧，就需要借一啲筋腱嚟做啦。OK， 咁最常用嘅筋腱咧就係我哋後腿嘅膕繩肌。OK， 咁我哋用個膕繩肌，通常我哋攞個膕繩肌啦，準備好佢啦，度好個 size， 我哋包括個長度啦、個厚度啦。然後我哋將佢咧放翻喺原本十字韌帶嘅位置嗰度，經過內窺鏡啦，確定個位置理想啦，然後固定好佢咧，
咁呢個十字韌帶一條新嘅十字韌帶咧就已經做完㗎啦。成個手術過程大概可能1個鐘頭至2個鐘頭之間啦。某啲特別嘅情況，例如原來係個病人個膕繩肌太幼啦，或者係原來係一啲叫做再重建嘅手術，即係斷咗一次我哋再重建嘅手術啦。我哋呢一部分嘅病人咧，可能需要咧加厚咗個膕繩肌嗰個筋腱嘅厚度，咁就會用到咧一部分嘅人工筋腱啦。而人造筋嘅主要製造用料係第一型膠原蛋白同聚左旋乳酸。但係當我有個 hamstring 第一次嘅時候已經用咗啦，就變咗用左個嘅 hamstring。之後咧就再加人工嘅筋腱去再駁翻粗條 ACL。我會覺得再實淨咗，同埋今次第二次嘅復原能力會快好多。喺物理治療嘅時候會做下啲針灸啦，會做下啲衝擊波啦，同埋可能做啲動態嘅喐動，會令翻個關節幅度會大翻啲咯。一般嚟講，完成手術之後，病人都要進行物理治療，大概9個月左右就可以恢復之前嘅運動。另外要注意嘅係，唔建議受傷之後即刻進行手術。我哋一般嚟講就好少建議病人咧喺一個急性嘅階段咧即刻去進行手術嘅。個風險咧就係話原來個關節係受過創傷之後再做手術，2次創傷咧會較容易出現一啲叫黏連嘅情況啦。做完手術之後個膝頭哥伸直同屈埋嘅幅度咧都有問題。咁大部分病人啦，經過一段時間個炎症控制同埋物理治療攞翻好個幅度之後咧，都係一個適當嘅時間去進行手術嘅重建啦。41歲嘅 Rex 係前港隊泰拳代表，2017年退役之後繼續教拳擊。2019年一次教班嘅時候十字韌帶撕裂，受傷之後大約半年先接受傳統手術，將後腿筋移植。斷十字韌帶嘅時候，其實就係嗰段時間都 keep 住有做運動嘅。係啊，咁十字韌帶斷咗就係意外嚟嘅咯。即係我同個學生去一齊練習嘅時候，咁我就唔小心踩個地下，踩得唔夠實，咁就啪一聲斷咗，跟住坐咗喺地下。其實嗰一下就唔係好痛嘅，因為係痹晒，可能冇乜感覺，想喐又好似發唔到力，唔敢喐去住咯。半個鐘之後就可能我就揾冰袋敷啊，然之後慢慢試下喐下啲關節幅度啊。因為唔覺得太嚴重 ，Rex 隔咗幾日先睇醫生，照 MRI 之後證實斷咗十字韌帶。即係斷完唔會即刻好腫嘅，係斷完可能隔1-2日就開始會慢慢腫，入邊會積咗好多淤血啊或者水腫咁樣咯，成隻腳。由於未算急切，所以睇醫生之後佢都冇抽出血水，而係等膝頭哥自己消腫，隔咗大概半年先做手術。因為嗰時就嚟新年啦，跟住 BB 就係出世啦，想搞埋呢啲嘢先去做手術啦。咁但係都有問過醫生個建議嘅，佢話其實冇影響嘅，佢話隔1年做都 OK 嘅，即係行得走得咯。咁但係可能當一啲會用到前十字韌帶support 你個平衡力嘅時候，就會 feel 到有啲問題啊。冇咗條韌帶攆住，你會覺得佢好似企得唔穩咁樣啦。而身為專業運動員嘅 Rex 雖然有擔心，但係除咗做手術都冇其他辦法。做翻手術都係可能for日後自己去做運動嘅時候唔會有啲咩影響咯。咁但係如果你話for比賽嘅，因為我哋個競爭性、競技性係好高強度噶嘛，咁就會有啲擔心咯。不過 Rex 嘅康復速度好快，透過手術再配合物理治療一段時間已經可以運動。2025年更加復出並贏得多個比賽。做完手術頭1-2個月都要用拐杖嘅，咁可能我都算叫做快嘅，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健身教練啦。咁平時喺 gym room 得閒嘅時候，我就會去練啲動作，去練翻啲 muscle 咯，勤力啲去做 physio。咁做 physio 嘅過程其實係好痛苦嘅，我記得醫生成日話最緊要係要伸得直直嘅，同埋屈得埋啊嘛。咁係屈唔埋噶嘛。咁做 physio 嘅時候就夾硬屈埋隻腳係好痛啦。其實我印象中係應該3-4個月左右啦，我就開始慢慢跑翻步啊，好快打翻拳。但係你話同
以前嘅 performance 比其實都耐嘅，可能都過咗1年先至同之前個 performance 差唔多啦，而家好翻晒㗎啦。